國民黨台南市長參選人謝龍介，28號上午佇個議會國民黨團書記長林彥竹等24位議會國民黨的議員，甲着青年參選人共同召開記者會。會中書記長伊着拄出爐的毒油事件，第三方的獨立調查報告，對高風險的原料、製程，甲着檢驗的監測，全部攏撒互業者，引發議會國民黨團的不滿，要求行政院長愛來落台。你說高風險原料管理是什麼？高風險原料管理就是黃豆嘛？那你既然是高風險管理的黃豆，我們怎麼？民眾的質疑，包括好多人的質疑，你在3月份簽訂了台美貿易協定呢，才進口了巴西跟美國，我們怎麼只看到你中央都不敢提到這一批有美國啊？這麼想啊？你這一些黃豆有巴西有美國的，你3月簽訂進口進來，這批油都問題。為什麼以前都沒有問題？所以我們要求，我們國民黨台南要求，我們的賴清德要道歉，卓榮泰你要下台。另外，立委謝龍介嘛表示，食用油是食品安全上基本的，因為任何的煮食攏會用到油。不過到目前還是查無原因，才會引發民眾的恐慌。到底檢驗標準方法？是不是中央跟業者有關係？希望檢調嘛應該介入調查。那竟然含有苯鈿比的油，其實在2021年就已經知道了，食藥署就已經知道了，等於我們不是只有這1個月而已，我們吃了將近5年了苯鈿比。那所有整個衛福部不但毫無作為。當調查報告出來的時候，說是檢驗標準放寬了，那業者把這個標準放寬製成有問題，結果政府通通沒有問題，真是匪夷所思啊！因為政府的無作為，逼人民來吃毒油，因此引發人民驚上街頭，佮加上調查的報告攏撒互業者，政府連一句道歉佮負責任的單位攏無。因此，議會國民黨團嘛大聲來發出行政院長愛落台、總統愛來道歉的標語。人民健康不能賭，食安不能趕進度，人民健康不能賭。賴清德道歉，卓榮泰下台，賴清德道歉，卓榮泰下台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